老师会使讲是多才多艺哦。真正是足恐怖的一个人，伊毋是敢若会晓教册，伊个会晓表演浪迹，垃圾，不是表演垃圾，垃圾，垃圾啦。啊，你今仔日拄有阿嬷有来，还都会表演一下垃圾。等一个阿公嘛有来，阿公嘛来，啊，即嘛唔通安尼，阿公先出去，无啦，浪迹，哦，特别变呢，张礼拜，哦，好，请。这样吼。也好，新竹人的基本嘿就是爱食米粉耶，不管伊的年份，啊，拢总真有水准。啊，看到一支玻璃讲，你千万唔通黑白讲，讲什么咧，什么拢讲，讲什么咧，啊，凊彩乱讲。啊，讲一个讲完，讲一个讲完，讲一个讲完，讲完汤，卤一个卤肉，卤一个卤肉，卤一个卤肉，卤肉饭，食一粒讲完，食一个鱼丸，食一个肉丸最上丸啊，食一个卤肉，食一个牛肉，食一个鱼肉，爱台湾。耶好，爱台湾，哇，这个听起来像，敢若迄个教科书啦，敢若学校的课本内底。这看不是人，这开始数来吧。嘿啊是啦是。哦，